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喜，咱会当搁一摆转来到伫读圣册部分字这个节目，咱要做伙学习台语，也做伙通过台语圣经，帮助咱，互咱踮伫读的过程中，简单有新的学习，嘛会当哪了解上帝的话到底要对咱讲什么。今仔日咱的进度是要读到马可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我嘛要向咱来介绍特别来宾，咱的特别来宾是玉秀。玉秀要甲大家拍一个招呼无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幼秀。哦，陈幼秀哦，所以你的台语名叫做幼秀。我妈妈安尼甲我讲的。OK， 了解。因为伊的迄个玉是迄个蚵啊，迄个芋头的芋啊，秀气的秀，所以伊妈妈讲这叫幼秀。OK， 所以真欢喜幼秀来到伫咱中间。我知影你是读戏剧的对无？嘿对。哦，所以会当甲咱观众朋友小表演一寡你用台语咧表演的一寡状况无，互咱看一下好无？当然哦，好。我心骑白马红，过山关。歹势，我有一点仔紧张。好，歹势点安尼。OK， 大家看看就好。好，所以咱会当了解讲戏剧其实嘛会用台语来做一寡表演啊，所以我会当搁问较济无，就是戏剧甲台语的关系是啥物？亲像你咧读。哦，应该说阮诶戏剧诶进入社区，入去到伫社区中间。甲老伙仔啦是小朋友。哦，老人甲小朋友嘛会做伙互动。对。好透过戏剧去做一个教育或是一些陪伴。OK， 所以因会透过戏剧去陪伴，也是教育伫社区中间的老大人，也是小朋友。所以其实练习台语嘛是真重要的，对吧？OK， 安尼咱会当了解今仔日幼秀来到伫咱中间来练习台语，嘛有一个真重要的，是会当甲戏剧做一寡结连。好，今仔日咱要看的范围伫是马可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咱就来请幼秀来带咱读咯。嗨，耶稣靠伫会堂，才有一个自己手开去的人。有一寡人等甲要看耶稣安歇伫的一个立体的墓中意。好，咱头拄听幼秀咧读台语，咱确实会拄到一寡问题，就是现在较少年的朋友可能因的台语无遐顺，所以今仔日咱的节目做一个改变。变成做牧师读一节幼秀缀我读一节，安尼一节，咱做伙来好无？好，安尼我对第3章第1节来。耶稣搁入去会堂，伫遐有一个一只手揢去的人。耶稣靠入去会堂，只有一个手开去的人。有一寡人咧长等。有一寡人咧长等。看耶稣伫安息日，看耶稣伫安息日，为甲即个人，伊伫也未，通甲伊告，耶稣对迄个手揢去的人讲，耶稣对迄个手开去的人讲，起来，来中午食，然后伊问众人。伫安息日，最好事也是最歹事，救性命也是害性命，倒一项合律法，因拢点点，耶稣生气，一个一个甲因看。为着因的言心忧伤，
就对迄个人讲，就对迄个人讲，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伊手伸出来，伊手伸出来，就复原，就复原。遐个法利赛派的人，遐离法利赛派的人，就离开会堂，就离开会堂，随时甲迄律党的人，甲迄律党的人，斗阵计谋，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，甲伊害死。好，这是第3章第1节到第6节的部分，有一字真正足歹读的，就是迄个疑心。疑心，硬心吼，疑心这个字真正歹读啊！所以今仔日因为优秀的台语，歹势我实在是连读伊的台语名拢读了袂讲介顺。优秀的台语毋是讲了真顺序，所以咱用一个新的方法，变成做牧师一节一节带伊来读。所以我会当小问一下啊，幼秀你，我知影是你来教会，毋是真久的时间对无？对。啊，为什么你会忽然间来到教会咧？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是牧师的查某囝，是牧师的查某囝，还是我的朋友。OK。所以我对教会嘛有一点仔了解啊。之前我住伫遮附近。OK， 住伫东门教会附近吼。啊，迄时阵就是心情较歹，心情就歹的是。对，过来教会。就来到伫教会做礼拜。时间久了以后，感觉就欢喜，会想要就是每个礼拜都来。OK， 所以来到教会时间一久了后，感觉心内底感觉真欢喜，也真平安，所以才会因为安尼，当礼拜来到伫教会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咱透过做伙读圣经，咱来认捌上帝，嘛通过读上帝的话，亲像幼秀共款，伊感觉讲生命中间有一个新的开力，互伊哪来哪欢喜，嘛哪来哪平安。所以因安尼，咱彼此鼓励，嘛鼓励每一位观众朋友，每一个人的台语听到拢无共款，不过透过这个节目，咱尽量来练习。尽量互咱的台语会当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感谢大家今仔日甲咱做伙读圣经，嘛感谢幼秀今仔日踮伫咱中间，互咱会当做伙学习。期待咱的观众朋友会当继续来看阮的节目，嘛会当做伙练习。煞接我嘛要将时间交互月亮阿嬷，带咱来读正确的版本。马可福音第3章第1节。耶稣医好手瘸去的人，耶稣搁入去会堂，伫遐有一只手瘸去的人，有一寡人在长等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这个人医治阿未，通甲伊告。耶稣对迄个手瘸去的人讲：“起来，来中午食。”然后，伊问众人：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项下律法？因拢点点。耶稣受气，一个甲因看，为着因的疑心忧伤，就对迄个人讲：手伸出来。伊手伸出来。就复原，遐个法利赛派的人就离开会堂，随时甲希律党的人斗阵计谋，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，因的台语听到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
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，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靠好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